带回吧。辛苦啊！老和尚，咋了？有事儿啊？来，你过来说吧。我过不来，没有权限，你过来。什么情况？焦虑啊！没问题，你就该焦虑。你今天在车上表现像什么玩意儿来着？我都怀疑我看走眼了。你没看走眼，那我是有实力的。你主要我一上那车吧，我就紧张啊。你紧张啊？你偷连长吉普车的时候你怎么不紧张啊？我还想着这小子连连长吉普车都敢偷，那心理素质得多过硬啊！啊，那怎么着？那我把练习车上给你搁点面包、火腿肠，你直接开出代机库，你连车都卖了，你就不紧张不焦虑了？那是，老板，你就别再酸我了，这是俩回事儿。哎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压力这么大过，你知道吗？压力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开的是吉普车，以后还要开卡车，再以后还有开导弹车，你一直有压力，怎么考资格证？怎么上战场以后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杨班长跟我谈过话了。说是像我们这种淘汰的兵，那是有可能会被调离战斗部队的。那没毛病，这话。没，你细想，你细想，哎，很恐惧的。我们4个人一块儿来的，他们仨人都去发射营了，就剩我一个去炊事班揉馒头，再不然就技术部门擦导弹，那这不就等于保障营擦瓷砖吗？谁告诉你保障营就擦瓷砖的？这不管怎么说吧，我是真的不想跟他们仨分开，你知道吗？连欧阳俊都不想。那咋整？我说实话的。哎，班长，吃点儿。少跟我来这套。你听我说，这个待机库啊，生活枯燥，是，你得补啊，调剂调剂，懂吧？怎么调剂？鸡蛋。我这一个人，我拿一个，拿一鸡蛋吧。你听我的，记得成双，行吗？成双啊，成双能谈你。哎呦，谢谢了啊！哎，不影响你做生意啊？不影响，哎，你敞开吃啊，不差这4、5块钱的那行吧，那你我考虑吧啊。行，你也别焦虑了，你回去睡一觉就好了啊。哎，女真那儿你再给我跟她说几句好话啊。我要跟她关系特别紧张。行吧，那我走了啊，别忘了啊。好了，咱说好了啊。好了，拜拜。怎么样了？来的正是时候。给你来一块哇！来尝一下。怎么样？别说啊，味道还真不错。没看出来呀，你小子有2下子。那是，我可是在草原上长大的，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游牧。我再来一块。好嘞，来块大。怎么样？你一说草原呀，我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，去内蒙的演习实习场比赛。说真的，那大草原是真美呀。去过一次，就让你终身难忘。哼。后来我就经常想，等有一天我转业了，我还回到那个地方，就在那儿生活，骑马。放羊，哎，追追草原上的姑娘。我们草原上的姑娘
择偶标准可是很苛刻的。哎，对了，于队，有一句话藏在我心里，一直想问您。喂，您看啊，您平时吧是个挺随和的人，为什么每次训练的时候总是很严肃啊？你觉得这选拔营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培养出顶级的王牌号手啊！那你觉得顶级的定义是什么？顶级就是无所畏惧，就是无与争锋。无与争锋，说得对啊，但并不全对。说的对。如果无与争锋是评判一个士兵他是否顶级、是否优秀的标准，那我问你，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呢？他们算什么？他们算是失败者吗？一个士兵，他真正的魅力来自于他的内心。你看，咱们这批学员也算是个人的尖子了吧？你认为他们的内心够强大吗？可是他们毕竟是导弹发射号手，他们只要把导弹车开得好、打得快、打得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你记着，在战场上，一个人的特长可以帮助他战胜敌人，但是一个人的弱点却会害死他，甚至还会害死他的战友。一个人的特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增长，但是一个人的弱点，如果你不去刻意的校正它，它会永远存在在那儿。只有足够强大的内心，才会帮着自己把这些弱点改掉。来，于队，来，再给您来块大的。来，哎，按这个标准啊，这个科目最先到达的前6组，每个组1份。好嘞，谢谢于队。钱我出。上坡了啊！上坡了！走！啊！到了！来，1、2、千万别歇，不然歇了这口气就断了。来，走。大叔，啊，我想休，再休息一会儿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夏叔，下次休息的时候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喊个1、2、3。突然放下来，真的受不了。行。休息会儿。啊，有饿的没有？饿的报数。1。啊。
来，这小时候好像吃过。在老家一般都是炒着吃。这个梁总坚持不下去啊！不管你之前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坚持，积了多少汗水和荣耀，只要引线拉响那一刻，什么都没了。坚持一下，走，来，走，来。好，1、2、3，走！小若，快点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还有30公里。烤鸡的味道。吓死我了！你们真好啊，还帮我烤上了。哇塞！哎，干嘛去啊，小主？先来个鸡腿。鸡胸肉。吃吗？哎，吃不吃？傻呀你们！
爽。走吧，该出发了。出发了，你们会后悔的，跟你们说，你们不吃。哎呀，真是够饱的。哎呦，开始呢。吃哦，哎呀，哎，梦，快点，出发了。于队，你看5438的这组学员采用白天行军、晚上睡觉的方式，果然是后来者居上，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队伍。现在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到30公里了。另外，1连的那一组仍然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，他们的行军策略是行军6小时，休息4小时。表面上看，这行程已经过了大半，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啊。的确，我想他们现在的体力应该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，所有人的行军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了。这戏有点意思了。上坡了，来呀，用力，来，顶住！盯着呢，快来！后边用点力，前面使劲啊！后边，什么情况？欧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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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欧阳，解开，先把枪拿掉。来，快！欧阳，醒醒！欧阳，不行了，伤口发炎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欧阳，水，抬上面去，来，走，快，水，来，来水，没水了，我去，快，把它解开，欧阳，让他喘口气儿。小周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啊？夏主，怎么办啊？夏主，怎么办呀？说话呀！把香蕉蛋给我。夏主，
谁要蛋？给我！夏卓，我们还有12公里，你想好了吗？我也没想好。你看看他样子，我是知道我必须要救他，信了吗？不管你之前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坚持，积累了多少汗水和荣耀，只要引线拉响的那一刻，就什么都没有。李队，截止到刚才，已经有4组选择了放弃，分别打出了求救信号。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。最后10几公里就该咱们俩了。余队，是孔祥瑞那组。
快！往这边，这边。快！快点！这边。好，这边。听见没？兄弟。余队，除了5438那一组，其他都已经放弃了。还有多少时间？看来我是高估他们了。根据北斗定位，派车去接他们了。是。余队，你看，他们回来了。这都别关系，尊严从不有福。
这3个家伙现在什么情况？欧阳俊因为腰部受控发炎，从昨天到今天早上一直处于高烧昏迷状态，不过现在已经好转了，还是需要休息。夏卓、一子梦主要是体力透支过度，但是需要时间恢复。他们大概什么时候能醒？这个没准睡个1天2天也是很正常的。等他们醒了通知我。好的。你就先留在这儿吧，等他们3个醒了，就带他们和其他学员会合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于队，以前每一届学员最终都是选择3组选手，授予王牌号手勋章。这一次，咱们真的只要1组吗？没错，我们只选1组，因为我只需要1组。汇总成绩给吕征报过去。是。我们可说好了，不睡个2天2夜，绝对不行。不然那个于全海又拉着我们训练了。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都打了好几瓶葡萄糖了，我现在憋的，我想尿尿。憋着。欧阳俊，你小子也醒了？哎，尿个尿都不让尿。这次是我掉链子了，这事儿我记得。谢谢啊。这事也不全怪你，我也有责任。我觉得夏卓说的对。集训之后，请你们吃饭。行啊。嘘，有人来了。行啊，你们挺能装啊！我在门外就听见你们叽叽喳喳的了。起来吧，还装？其实我行，不用解释啊，我能理解。我呢，就是来告诉你们几个啊，安心的休息，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告诉我。啊，你不去告诉于队啊？我为什么要通知于队啊？真的假的？我骗过你们吗？行了，再给你们一个任务，再睡4个小时，这是命令，听见没有？是。臭小子！哎呀，哇！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一觉了。哎呀，哎呦呦呦！你说，他们会给咱们安排什么好吃的？哎呀，我想吃鸡腿，我想吃烤全羊。你俩闭嘴吧。嗯。这于队真是挺讲信用的。哎，我还是第一次坐导弹车呢，真酷。哎，斗风归斗风啊，可别乱斗。这是对于你们成绩的一种肯定，首长特批的。排长，原来您是驾驶员号手。我是1号指挥号手，而且4个号手站位我都可以胜任。真厉害！我就想当侧发控号手。哎，我说了啊，我就坐这儿，我要当通讯号手。我改主意了，我要坐他的位置，
我要当指挥号手。只要你们肯努力啊，肯定能坐上你们喜欢的号手位置。我看好你们啊！连吧，下来，不合格，下一个。你看看啊，连吧，过来。还紧张？嗯。你得学会控制，知道吗？你像这种情况，你就得油门刹车，崴脚控制。崴脚刹忘了吗？我歪了，没歪过来呀。收了吗？什么收了？东西啊。我收。收啥？你给还回来了。完了，你还回来那个比我那还贵，4块多。你能不能一天别老想这个乱七八糟的呀？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这一天到晚做生意的，你又不花钱啊？你那钱都干嘛去了？有点事儿。啥事儿不能跟我说呀？行，回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回去找班长好好练练。这次综合评测你可不合格啊，成绩太不理想。知道了。啊，另外这段时间你们这个训练我就不能盯着你们了啊，我得出趟门。去哪儿啊？王牌好手选拔，你另外3个兄弟还生死未卜呢。你呀，别紧张，回来看你成绩啊。嗯。不是，哎，你把我也捎上呗。哎，你们3个慢点吃！我再提醒你们一次啊，军医可说了，你们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大吃大喝，最好啊吃些流食。你应该提前跟军医说，给我们整这些那种大鱼大肉，我们是谁啊？啊？哎，不过说实话啊，这次我们真的挺意外的，没有想到你们3个能够坚持到最后，而且还到达了终点。这次我能回来完成任务，特别感谢他们俩。那么极端的条件下，我们也不可能丢下你。说实话，当时我没有夏卓那么坚定，就还剩10几公里了，谁也放弃。我心一横，冲！哎，你这话说的对，不到最后一刻啊，绝对不能放弃。哎，你说那于队啊，脸这么长，那平时看着凶巴巴的，是不是夏卓？啊，他之前说他是特种部队的。对，可是你们知道他是怎么从特种部队来到这儿的吗？其实，于队早就从特种部队退下来了，他也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也伤心了很久。其实，他留给你们的训练任务，在我们看来基本上就是小儿科。之前他在特种部队参加一项极其严酷的逃生训练，3天3夜之后，还要在现实的情况下逃离一间由10人看守的小木屋。之前，他尝试了很多次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可是他并没有放弃，直到最后一次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打倒了几名守卫，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。可不幸的是，他从陡峭的崖壁上跌了下去，而且被一根树枝插进了他的腹腔，贯穿伤。我去，哎，疼不疼啊？能不疼？你想啊，树枝从这儿刺入，从这儿刺出，能不疼吗？后来一听医生说呀，那个树枝离他的肾脏只有不到1厘米的距离。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仍然按照规定坚持了12个小时之后，
才打出了信号枪。后来部队上给了他最好的待遇，也允许他转业回家，但是都被余队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要留在部队，哪怕只作为一名普通的训练人员。”他真的是喜欢这儿，喜欢这身军装，所以我觉得能成为他的学生，真的是你们的骄傲，佩服。厉害。于队，这么巧？吕征和我说，你吓唬他好几回了，提醒我提防着你点儿。你想干什么？没有事儿，我就是听说你要走了，想来送送你。少跟我来这套，心里边不知道骂过我多少回了吧？那都是刚开始的时候，现在不这么想。说实话就好。于队，现在就要走了？对啊，走。去哪儿啊？回老部队，每天呀，看见你们这群乌合之众，我心里烦。哎，那以后还能遇见你吗？怎么，舍不得我走啊？也不是，就是觉得挺佩服你的，想跟你多聊几句。你要是着急要走，也没事儿。那好，我走了。哎，我们270旅呢，驻防全国3个省，横跨5个省，南北跨度是2000多公里的距离。就光待机库和营区就有10几个，从大西北到大西南，我们都是轮流驻防的。有可能很快就见到了，有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。见面就是缘分，见不到了，也不用感到意外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每一个你经历的人，都不要让他白白的去经历，能从他们身上学点什么，感悟些什么，这才是对的。于队，说真的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走了。于队，还有件事情，我叫夏卓，不叫543八。啊，夏卓，这个名字很有个性啊，但不如于全海叫着顺嘴。夏卓，我记住了。这就是火箭军，这就是部队。
你时时刻刻在感受光荣的岁月，体会顿悟的人生。在当兵的这段岁月里，还会遇到多少人，我不知道。但那些能让我记住的、给我感悟的人，我会认真的对待他们，珍惜他们。旅长、连长、班长，还有一子梦、林安邦，当然，也包括欧阳军。下车！快点，下车了！快点！队友，全体集合！全体队友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。立正！同志们，在经历了体能这什么地儿啊？训练营之后啊，连车都上不去。车上得去，不就没有神秘感了？选拔的最后一站，长老村。长老村。我们将要在这里进行为期15天的集训选拔。全旅的人都希叫他们望大家4大长老。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刃连士兵。队友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小卓，你是不是该吃药了？梦啊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4个？什么呀？队伍都跑远了。哎，算了，快走走吧。来，再给你加点，加点就粘住就够了。差不多，绝对能扶着。加点。好了，哎啊，哟，来了，都到齐了，到齐了，本来就开个小会。哎呀，开个小会啊，开会，来了，你看这什么玩意？预备，射击，压线。首先呢，恭喜大家通过了野外生存训练和魔鬼训练营，来到了咱们王牌号手的选拔营，辛苦了。我们几个老兵本来想做几个菜啊，给大家解解风，可是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营房是以前3团4旅留下来的废弃营房，很多设备都已经不能用，没有热水，也没有取暖，
进山里边昼夜温差很大，所以我们几个老兵琢磨着整点炉子，弄点蜂窝煤，给大家取暖。大家也要注意身体。条件虽然比较艰苦，但是我是相信，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，各位会在长老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，至少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差点忘了，你们的教材都放在你们宿舍里了，人手一本，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，千万别弄丢了。这听懂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现在回宿舍休整，明天一早正式出舱。好，大家听讲，每列8人，1人1本书，自行安排，大家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安排了。我的天呀！咱们是不是走错地儿了？哎，夏主，你赶快去问问连长，到底有几个王牌号手选拔训练营？你们还没看明白吗？这儿让咱们打地铺呢。不是吧？这么冷的天睡地上，哎，不出3天，咱们肾都废了。这肾也太差了。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啊，隔壁好像就是老兵宿舍。你看，这不是给咱们放了这个取暖的东西吗？我刚才看见一老兵啊，正在给咱们弄蜂窝煤呢，估计一会儿就过来给咱们取暖。我觉得这儿吧，就是咱们安营扎寨的地儿了。你确定？啊。我的妈呀！哟，嗯，我的天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用弄了，那个水管子早都坏了。班长，那我们怎么洗脸刷牙呀？哎，外头不是有水井吗？啊？今天上午你们先调整调整啊。下午咱们就把整个营区的文化给搞起来啊。夏主，是。黑板报由你负责，该出就出了。是。欧阳俊，到。下午你找几个人，完了一块儿把咱们整个营区的那卫生都搞了啊。是。班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这是选拔吗？是啊。那我们主要的内容是学会生活。学会生活，学会生活，对对，学会生活。跳下去你就自由啦，越吧越吧，你快越下去吧，越下去你就解脱啦。哎，宝宝，你说我是用跳好呢，还是用越好呢？跳啊！哎，对，你滚！哎，你见死不救是不是啊？我拿你当兄弟，你竟然对我如此残忍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不会。不用说了，我林汉邦啊，胸怀家国大业，豪情纵横四海。我不说了。本以为这次学生会主席可以顺利的当选，差你一票。
就差一票，你居然舔着脸说你没投我！就算我投你，你不也是平局吗？啊，除非下桌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下桌也没投我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你们商量好的。别，你要不然你吃一个。行，还没跳。下桌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为什么没投我？下桌。什么情况？干什么呢？到底啊？干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啊？别看我，看我。你们昨天来的路是上山的路，今天出了那个门，向左转，就是一条下山的路啊。咱们营区太小了，出操不合适，地方不够，所以以后每天我们要从这儿跑到山下的镇子里，折返回来，一共10公里。10公里怎么了？10公里怎么了？不轻松就跑10公里吗？那马拉松40多公里，人怎么跑的？你们当兵的？报告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说3公里吗？怎么10公里了？这谁说3公里？怎么就你事儿多呢？我昨天晚上凉着了，现在身体……你照样跟我说着吧你？啊？还要10想跑3公里？还要10想跑3公里？现在跟一子梦就回旅里。10公里跑不跑？跑！这就对了嘛。不过呢，也不白跑啊。我这有一个小小的奖励。镇子上有一家湖南米粉非常好吃，是本地的佳肴。谁要是第一个拍到我摩托车屁股的，我就请他吃米粉。其他人后边的原地折返跑回去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预备，跑！
倒车镜看着你们呢。后面的加速，下坡跑得慢。后面的别掉队。倒车镜看着你们呢。后面的别掉队。哎，这一大早就要追着小摩托跑10公里，谁能跑得动啊？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歇会儿。干嘛呢？跑啊！不行，我难受。你来跑，快点！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。哎，我追不上摩托车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走吧。赶紧的啊！追上啊！哎，这人追摩托车，他能追上吗？你又怎么了，梦？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晚上肯定是冻住了，浑身不舒服。你跟上，第一次跑别掉队了，掉队了就麻烦了，一会儿迷路了。没事，我这是回去的路，我往回跑。啊，坚持，坚持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坚持。啊！我亲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哒哒哒滴滴哒哒哒。老板，哎，来碗粉，吃圆的，吃扁的，圆的，加辣鸡蛋。好嘞，不要辣的啊。好嘞。老板，他也来吧。圆的扁的，圆的扁的，一人一半，再来个无糖原气，好吧？好嘞。先喝点水，10分钟以后再吃饭啊。是，班长。好，谢谢。你们俩半路上厕所去啊？班长，我能不能自费买碗粉？啊？你还自费买粉？啊，你看你们俩吃的，啊，滋溜一口粉，吧唧一口蛋的，我看着我都馋。别惯你这臭毛病，哪来的特权？只有第1名才有资格吃这个粉儿，只有第1名才有资格拍我这摩托车屁股。你干嘛？下次我就不用拍了。明儿你要跑第1是吧？嗯。我记住你了啊！明天你要跑不了第1，你别说吃这个粉儿，食堂你都别吃了。小卓，哎，歇会儿，不行了。哎，以前觉得郎班长挺好的，怎么出这馊主意？哎，那要吃米粉也得大家一起吃啊！啊，自己弄一碗，还稀溜稀溜的馋我们。哎，特别是那煎蛋，那郎班长一咬都流汤啊，看着都香。哎呦，那个牛肉，哎，还有那个剁椒，上头啊！骨头汤，一闻就是骨头汤。过来了。小卓，真对不起啊！对不起什么？
每一个优秀的战士背后，都要背一个拖后腿的兄弟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下次啊，下次我一定让你吃到米饭。走。哎。二啊，那你个事儿啊，怎么样才能在选拔营里被淘汰啊？更不简单啊！你把连长的车偷了，再把他车上的东西给卖了，你很快就可以见到联邦了。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也没说玩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啊，晚上睡觉睡不着，冻得要死，连床都没有，让我们睡在地上。啊，这也就算了，一大早起来还跑10公里，跑不了第一，连米粉都没得吃。哎，这也就算了。啊，你看，这吃的都什么呀？这早晨不吃点好的，让咱们吃饱吗？啊，先拿一个。哎，这不有鸡蛋了吗？拿了之后先别动啊，我先说2句。这个东西大伙儿都认识吧？对。不过这个鸡蛋呢，跟你们平常吃的那个水煮蛋有一点不一样。这个鸡蛋在煮熟之后没有用凉水拔过，所以它的皮儿很难从蛋白上剥离。很难剥就很难剥呗，不难吃就行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看见了吗？所以说，今天我要告诉大伙儿，在咱们选拔营鸡蛋的正确的吃法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个人必须得把鸡蛋包得完美无瑕。什么叫完美无瑕呢？就是说，在把蛋壳剥离了蛋白之后，剩下的是一个完整的，没有任何瑕疵、没有任何损伤的一个蛋。任何人剥完的鸡蛋，如果被我发现，哪怕是有一点点的瑕疵，这个鸡蛋你们就不用吃了。我把话都说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。之前已经把训练营的材料都发下去了，想必大家都看了吧？没人说话，那就是都看了啊。今天的测试内容很简单，就是就之前发放的书籍，谈一谈你们对导弹发射的基本认识。不用紧张，多看多写，少看少写。不看，没有认识，也可以不用写。没有写的，300个俯卧撑啊，旁边。好，测试30分钟，计时，开始。别等我说啊！任何人要是把鸡蛋包坏了，主动放回盘子里。如果要发现谁作弊的话，从今天以后，在咱们选拔营，你就别再想看到鸡蛋了。作弊的500个俯卧撑。
报个奖。小周文军，走，你们跟陈红班长去库房。是。小组转，8步走。时间到。不是，其余人，我说你们都是文盲是不是？啊，都白卷掉的都是。给我去。行，侯继东班长的话都记住了，这一宿没少看呢。班长，主要是冻得睡不着，随便翻了翻。随便翻了翻，就翻到10几章以后了。你的阅读能力很强啊。还行，就这点能耐。班长，我看得慢，但我看的还算仔细，但也有很多东西没弄明白，还得向您请教。是这样啊，咱们训练营啊，它不比别的地方，设备齐全，设施先进，师资呢又很优秀。咱们这儿相对艰苦，是吧？那个夏卓啊，我听说你动手能力很强啊。报告班长，他动手能力确实很强，当时在学校的时候还造出一个诺亚方舟呢。这我听说了。班长，您别听他瞎说，我就做了一个逃生舱，自己还把自己关里边，差点没出来。这个我是那个，逃生舱，末日逃生舱啊，逃生舱啊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是太阳能锅炉呢。哎呀，你们俩二货真的是。这里边是不是还能放烧烤架烧烤啊？你看看像不像那个江西瓦罐汤？哎，那个大缸。行了，你们俩别贫了，进去看看。啊？哎，怎么？你胆大，你先。别呀！你整天寻死觅活的，你进去。哎呀，别你客气啥？你客气吧。你来。这就是一逃生舱，被你们俩二货说的跟个火化炉一样。至于吗？咱们是兄弟才让你们进去看看，一般人我根本不让进。哟，怎么关上了？哎，他怎么了？这怎么里边还在表演呢？哎，里面是不是有 KTV 啊？哎呀，演恐怖片呢啊？他好像演的是《午夜凶铃》啊。不对，你这动作我熟，我这不是《生化危机》啊？对啊！哎，夏卓，他没带钥匙啊？他指下边呢，下边这有个键盘。OK， 看明白了，9。嘿，有字了，你看看。夏卓，坏了，他是不是让我们打119啊？夏卓，你再坚持会儿啊，车马上就来了。哎，这里。哎，多少时间了？这边有段时间了。快，就在里边，就是好久了，你快，咱们去。哎，夏卓。
哎，你们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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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呀呀呀呀呀！哎，看别伤着他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下桌马上就好了。下桌，马上就好。来。这不出来了吗？挺好嘛，是吧？今天啊，我把你们叫来就一件事，咱马上要开展这个导弹发射教学了。可是咱没有教具呀。夏总，这个逃生舱都能做是吧？你做个导弹吧。班长，你让我做什么？导弹，假的啊，模型。你就这样，你从那个基础型号选起，你做什么型号，我就教你们什么型号，是吧？不要太。你说，这四大长老不会是整咱们吧？火箭军搞发射，用木头，想不到。哎，你们都没懂，这是让咱们啊迅速的进入状态。班长的意思呢，是让咱们根据图纸自己把导弹的结构造出来。只要我们弄明白导弹上的零件大小、尺寸，这样我们对整体的一个导弹原理和结构就有一个基本认知了。就你懂，啊？哎，这是要旅里的战士们知道我们在这儿找木头，啊，做木头火箭，搭木头发射平台，跟小孩过家家似的，哎，在这搭积木，都会被人笑死。哎，行了，你说这鬼地方。哎，啊，战友们，我这找到2根，来搭把手。哟，把那个锯好。来，同志们，搭把手。来，要中间这一段啊，别锯坏了。来，小心点啊！你们把那头砍了。
老板，牛肉粉，粗的，加辣，多油，2个蛋。好嘞，我跟以前一样啊，不要辣，少放油。好嘞。谢谢老板。一子洞，你疯了啊？让你摸模特屁股的？班长，我不吃这碗粉了，我申请主动放弃这碗粉。我是想明白了，我以后啊，真就吃不上这碗粉了。这红旗啊，我扛不动。报告，我想把这碗粉分给一子梦。